土疫情有较回，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伫节目中有讲，边境开放的时间点会伫10月15进前，即包括放宽入境检疫0+7，取消这个机场喙内采检、开发4节快筛和入境旅客等等措施，只要观察1礼拜疫情的发展，就会具体发布实施的日期。有关这个喙安令什么时阵会解除？王必胜讲啊，会伫0+7实施后，未来会规定，敢若例外情形才需要挂喙安。入境的旅客当来做喙内采检，不过这防疫措施伫10月了后就会当解除，因为本土疫情已经开始下降，走向开放国门的最后阶段。行政院也核定了，对不对？要开放国门0+7的。随后的这个行政院的院会会再做最后的讨论。目前呢，已经是来到边境开放的最佳时间点 ，BA.5 已经占60% 以上。因此呢，这个在管制的意义就会降低。按算放令的包括入境检疫0+7，温存外国游客自由行，还有取消机场喙内采检、开发4节快筛给旅客。行政院后记者会讲，9月19开始取消机场喙内采检，cada礼拜入境人数上限调整到6万人，安尼什么时阵开放0+7？我们会在经2个礼拜的预告后，正式实施0+7。也就是大约的落点在10月13日左右。外界关心禁团令、喙安令敢会放令？我想口罩政策会比较晚调整。禁团令呢，你是不是应该要一并解除？每周上线的人数是不是应该要一并的来滚动检讨的来放开？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完整配套的旅游的保险。虽然喙安令无遮尔紧就放令，不过估算未来会走向敢若例外情形爱挂。另外，旅游业嘛期待除了甲0+7放令，阁有解除禁团令，嘛会提升入境上限等等的配套措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